歡迎嚟到 K1A 小手織夢大美麗手工才藝展示。你睇我哋幾專心，呢隻 Baby Shark 真係好得意。喺呢度，小朋友每日都動手又動腦，開心創作，每一件作品都充滿創意。我哋會自由搭配顏色，完成獨一無二嘅作品。快樂手工，樂趣無窮。嚟到數學運算自力性，學數學唔使數手指㗎。我哋會結合生活情景，去陪到超市買水果，娛樂無窮，數一數。我哋會根據數字調返對應數量嘅魚。我哋喺遊戲中自然學識數與量。我哋仲試過將走失嘅小動物送返屋企，數下我哋送咗幾多隻小動物返屋企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會用食物串一串，學習規律排列。仲會燒埋嘢食添啊！學數學真係好開心。小朋友透過編程機械人學習運用邏輯思維同解決問題嘅能力。要點樣先可以去到跳舞嘅地方啊？要揸下向前，然後呢？仲要按跳舞仔。好啊，你試下按啊！1、2、3。跟住旋律，唱唱跳跳，快樂學英文。認識 Stand up, be quiet, line up。學習簡單，課堂指令。開心唱 Alphabet Song。Happy, happ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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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.